今仔日是汉公演习第2天，新北八里的外达尾附近就演练开地喊，模拟敌人为八里的沙堡上花。有专家分析讲，八里的沙堡若准有敌人成功上花，遐恐惊就会成做敌军的临时港口。所以咱若要保护首都圈，就绝对爱甲遮守护掉。 国民冲入去地汉就作战位置进行着防密部署，模拟敌军登陆成功，随着进行第2线的攻击。 发现敌军挖过来，随着用6火箭大反击，也有基情来斗相共。伫地巷外口，也有今年新增加 M60A3 战车，联合起来做当地巨力的攻击，要来消灭敌人。伫地巷作战上惊的就是枪支无够用，所以有一个区域就专门来放这6火箭大，也有基情的补给，就是要保证会用一直作战。这摆地巷挖了比去年更较长，差不多有150公尺，主要就是因为这是红色海堡。 负责着首都圈的封闭，从蛙子尾到这个台北港到这个观音到竹围这一段都列为红色沙滩。这个地方相对来说，它的沙滩还稍微浅平，非常适合攻击军在这个地方架设这个人工港。所以这些都是未来防卫这个防守守军在防守上需要去面对的问题。而且第八里这边嘛来进行着反登陆作战，这是头一摆安排着攻击方也有防守方伫海堡再来进行对战，嘛显示着国军的防卫。 重点已经自伫海堡来消灭敌人，改做是国土的防备。欢迎自咱国军对两岸情势变化认知，也有预防的建议。记者欧良、谢振玲伫新北八里的采访报道。